早安太太，早安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接我接受，我的名字我是你，我今年47岁，我的体重52公斤，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离婚了，我有一个女生小黑10岁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姓胡一条，我以前在阿拉伯跟台湾照顾阿妈3年，在新加坡照顾 baby 跟2个小孩2年，我不会打扫房家，洗衣服、打衣服、扫地、倒地、煮饭、煮菜、煮蛋、煮咖喱菜、煮骨蛋、鸡肉。我不会煮猪肉，但是我不吃猪肉。我有工作去香港，因为我有赚钱给我的家人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先生，在以前去香港，拜拜。